大家好，呢個位嚟緊4月初嘅話，一個嘅復活節同埋清明節嘅長假期，相信大家亦都安排咗去下旅行玩下嘅。同一時間有個新嘅一啲修訂喺個政策方面嘅重大嘅變化嘅。呢個講到呢個嘅搭車嘅優惠方面啦噃，特別聽緊嘅老友記嘅話呢，都會睇下一啲新嘅消息嘅情況，同你哋有啲關聯嘅。咁啊，講下呢個嘅新聞先，呢個就係星島嘅頭條方面啦。講到呢個嘅2蚊嘅搭車優惠呢，有啲新嘅安排。喺4月3號咧，收費方面有啲新嘅修訂嘅，詳情係點樣呢？睇下啲嘅內文同大家介紹下先。咁啊，講到喺舊年嘅財政預算案當中啊，咁啊政府亦都講到啦，咁啊呢個嘅2蚊嘅搭車優惠方面呢，呢一個嘅門檻方面就冇變化到嘅，仍然係維持翻喺60歲或者以上嘅老友記，咁啊持有呢個樂悠卡嘅話呢，都仍然可以享有呢個2蚊嘅搭車嘅優惠嘅。不過呢個嘅資助方面有啲嘅修訂啦，咁啊喺4月3號嘅話呢，如果嗰程嘅即係交通嘅費用嘅話，10蚊以下嘅車資呢，仍然係維持翻係俾2蚊嘅啫，即係都資助翻嗰個嘅餘額嘅。不過呢，如果個車資方面呢，嗰程車就多過10蚊嘅話呢，就唔係俾翻2蚊雞啦噃，要俾翻嗰程嘅交通嘅話嘅2折到。咁啊，同一時間亦都講到啦，咁啊嚟緊再下一個階段係出年嘅4月份到呢，亦都設一個嘅次數嘅上限嘅。咁啊，每一個月呢就會有240程嘅搭車嘅優惠嘅上限。咁啊，呢個亦都係喺即係下一步就會做。咁啊，睇下呢個嘅即係新嘅動向先。頭先講到啦，第一階段呢就好快啦，4月3號就開始。2蚊就2折嘅方案嘅，頭先都講到啦。如果車資超過10蚊嘅話呢，就要俾翻整個嘅車資嘅2折到。再下一步呢，就去到出年嘅4月份呢，先至係有個嘅搭車嘅次數嘅上限嘅。呢度咧都好好嘅，舉一啲嘅例子同大家都去講下，咁我收費嘅變化係點樣嘅。嗱，當中亦都有啲嘅即係不包括嘅優惠嘅情況啦，譬如話一啲嘅機場巴士 A 同埋 NA 嘅路線呢，都唔會包括咗呢個2蚊嘅搭車優惠。特別是呢，大家都可能係即係改變咗一啲消費嘅模式啦，咁啊假期都可能會即係同啲朋友一齊呢，去到北上去食下嘢玩下都有嘅。如果係屬於一啲跨境嘅一啲嘅鐵路嘅嗰個站呢，亦都唔係適用於2蚊嘅搭車優惠嘅。不過呢，今次一個修訂嘅話呢，對於大家可能係想假期去下內地玩下嘅收費有啲咩變化呢？同大家都介紹下情況先。嗱，先講下呢個嘅變化嘅情況。嗱，譬如舉個例子嘅，咁啊講到如果係住喺新界區嘅老友記，咁啊搭呢個嘅港鐵出行嘅話，點知去翻都係新界區，譬如話喺屯門去到呢個錦上路嘅嗰個例子嘅話呢，咁啊全額嘅車費呢應該係8個3。按翻呢個嘅新嘅安排嘅話呢，仍然因為嗰個嘅車費都係少過10蚊到，所以老友記呢亦都係仍然俾翻2蚊嘅車資嘅啫。但係如果佢係喺屯門就去到遠啲，去到市區嘅柯士甸站或者係尖東站嘅話呢，路程遠咗，咁啊車費自然就會高啲啦。全程車呢應該就要俾個原價就22個1嘅，咁啊而家就冇2蚊都好呢，不過呢就要俾2折，咁即係話呢22個1嘅2折就係4個4毫2到，即係比起原先嘅要俾2蚊呢，就多咗2個4毫2嘅。仲有啦，呢度亦都講到啦，如果喺上水去到話遠啲啦，太古即係港島嗰邊，全程車嘅話呢，嗰個嘅收費就24個半嘅。咁啊，因為超過咗10蚊嘅嗰個嘅車資啦，咁啊老友記呢就要俾2折，即係差唔多俾5蚊到，比起原先嘅俾2蚊呢，就多咗3蚊雞。咁啊，如果老友記需要係跨區啦，幫下一啲嘅仔女照顧下啲孫嘅話呢，路程遠啲嘅話呢，咁按呢個例子嘅話，咁啊大概每日一個月大概係20天，即係可能係講緊返學嘅時間嚇，咁啊到大概可能多大概120蚊度。咁啊都想講下啦，頭先一啲比較慣常啦，大家可能都會係北上消費嘅話，又會係有啲咩變化呢？咁樣咁揾咗一啲嘅例子嘅。呢度咧都有個嘅例子都講下啦。咁啊，如果係喺中環出發去到羅湖嘅話，
咁啊當中亦都冇任何嘅即係轉乘嘅一啲嘅即係嗰個嘅出閘嘅情況之下，即係由中環直接去到羅湖嘅話，咁啊而家目前嚟講啦，譬如老友記方面呢，亦都有啲優惠嘅。65歲或者以上嘅話呢，嗰個車費喺目前嚟講呢，就26.2。咁啊，如果喺4月之後嘅話呢，因為嗰個嘅車費呢，亦都係喺羅湖站呢，就冇適用呢個2蚊嘅搭車嘅優惠嘅話，都要俾個嘅26.2嘅。同樣地，60到64歲嘅話呢，咁啊費用都會再高啲，咁啊全程呢就52.2，都要俾翻呢個52.2到。不過精明嘅老友記呢，亦都發現到啦，咁啊有啲嘅即係一啲方法呢，都可以減低個車資嘅。例如話啦，喺呢個嘅上水出閘嘅話呢，咁啊翻入嚟，咁啊坐一個站去到羅湖嘅話呢，個車費就自然會平啲嘅。不過呢，嚟緊亦都有少少嘅變化噶噃，大家留意翻啦。如果係先講到65歲或者以上嘅老友記，咁啊去到呢個上水嘅港鐵站出閘拍卡，再入翻閘嘅話呢，咁啊目前嘅車費呢，就係車價呢，就15.3。不過將來呢，嗰個嘅即係費用呢，就會調高少少啦，去到17.8嘅，咁啊加多咗呢2.5。咁啊，如果係60到64歲嘅老友記，咁啊本身嘅呢個方式去搭車嘅話呢，就28.5，將來嘅話呢，就會係去到31蚊，咁啊多咗2.5度，咁啊影響就唔算話太多嘅，都係加多咗2.5，咁啊相信應該就未必話太難負擔得到嘅。咁啊，都想講多少少啦，呢個嘅2蚊嘅乘車優惠嘅變化啦。咁啊，到下一階段呢，就去到係出年嘅4月呢，就去到有個上限啦，就每個月就240程，即係除翻開30天嘅平均數呢，每日即係大概最多有8程到，應該都足夠呢度有幾呢去出去行下街、飲下茶、買下嘢，或者幫下手湊孫嘅8程嘅應該車程呢，應該都用唔晒嘅情況會比較多啲。咁啊，亦都有呢個政府方面咧，同八通公司都商討咗啦。咁喺嗰啲嘅八通機裏邊呢，除咗而家可以查翻每一程車嘅費用之外，都可以查翻將來呢會剩低幾多程車嘅優惠可以去搭嘅情況嚟嘅，變得大家呢亦都忘記咗自己呢究竟會唔會超過咗嗰個嘅乘車嘅優惠嘅次數啊，咁樣擔心，亦都唔需要擔心嘅。咁啊，最後講下一啲嘅原因啦。咁點解會由2蚊變成2蚊2折呢？咁樣咁啊，之前亦都政府都有即係聽到啲聲音啦，咁坊間上面有啲意見嘅，係咪可以將佢分開咗2個嘅年齡層去應付呢？咁樣譬如話60到64歲，即係樂悠卡嗰個嘅，即係原先個樂齡啦，樂齡嘅嗰個年歲，同埋65歲嘅長者以上呢，分開2個組別，係咪俾嘅車資可以唔同呢？咁樣咁政府方面都講到啦，咁亦都唔想話太過複雜嘅，一視就同仁啦。咁60歲以上都係長者嚟嘅，咁就算無論係咪工作都好，都應該都有一啲嘅優惠俾佢哋。不過就係講緊嗰個長車短搭呢，呢個問題都要正視嘅。咁今次呢個2蚊2折呢，亦都係針對翻呢個長車短搭嘅啫，就並非去針對一啲嘅年齡不同嘅狀況嚟嘅，大家可以放心。咁當然啦，如果係即係長車短搭都係好浪費一啲資源嘅，明明都係可能講緊幾蚊雞嘅即係支援即係車費都好，搭嘅本身個車費呢，可能講緊成20幾蚊嘅車呢，咁亦都係浪費咗啲公帑嘅。咁呢個嘅資源嘅上邊嘅分配呢，都係適合嘅做法嚟嘅。咁大家留意翻咯噃，咁當然啦，呢個嘅2蚊嘅嗰個乘車優惠嘅目的呢，都希望俾老友記呢多啲可以喺經濟支援之下呢，都可以出去去玩下啦，或者係去買下嘢、食下嘢，同朋友呢見下面，或者同屋企人湊下孫啊，見下面飲下茶呢，呢個方向係好嘅。咁亦都佢今次呢，亦都大體上都不變嘅。不過呢，喺長途車方面呢，似乎都需要多少少去俾翻啲車資嘅情況。亦都唔係太影響大家呢，譬如話即係北上消費都好呢，都唔算話太多嘅負擔。不過呢，當然啦，希望大家都多啲喺香港留港消費呢，可以幫助翻香港嘅飲食業或者係購物嘅情況等等啦。
大家記住啦，咁啊嚟緊好快啦，喺4月3號咧就要實施呢一個嘅2蚊搭車嘅2蚊2折嘅優惠。咁啊，如果大家八達通嘅時候啲多咗嘅車資咧，個原因就咁解啦噃。今日講到咁先，我哋下次片再見啦噃，拜拜。